就继续来做运动了，也哈等等飞珍老师来放松我们的肌筋膜哈。我们的肌筋膜今天要放松的是的太腳臂的内侧，好，内侧从我们的中医叫做肝经，好，肝经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外侧就是我们的胆经的位置。好，要轻用哦。我们在按压的时候要垂直我们的肌肉，好，垂直滚。然后我们的外侧也是垂直我们的肌肉，去让它滚。哈，好，一开始要先来做一下好肝经的动作，就是按呢扑下来，好，趴下来，把我们的脚抬起来，让我们的膝盖弯曲。好，成这个动作，然后呢，一样哦，让我们的膝盖从远端的地方慢慢移向内侧的地方，这样滚出去，好，再滚回来，哇！好，一开始啊，我们的重量不用全身重量先下去，空个脚先撑的，把重量部分分担到我们的大腿支撑的位置，好，整个身体放轻松，都按压我们大腿内侧，好，我们的肝经，调整呼吸，好，迄两个数啊，莫松快没走的垫个枕头啊，好，某个部位的位毛巾全部走的咯，哈，好，3。一面按呢，一面去感觉你的肌肉哪边比较紧绷。好，好，比较紧绷的地方，我们要开始左右，哇，去按压一节一节。好，压下来磨老，身体的重量全部压上去，我只是用我的一只脚轻轻的放上去。好，一节一节。好，慢慢的移上来，好，去感觉一下那个太脚臂的内侧，好，一节一节再往上，好，这动有感觉，一面按啊，你去感受一下大腿内侧，好，一直到我们的属膝部。然后再滚回来，好，会感觉很舒服，可以顺着画一个圈，调整呼吸，好，做完会很放松哦，哈，很好，好，吃到特别紧的地方，可以再按一下，像我觉得哇。我这个靠近膝盖的地方好紧这一块，好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觉得哦差不多了，那我要把我的身体重量撑上去，好，我的身体是腾空的，哇，这样就很有感觉，好，调整呼吸，一节一节的按你走，好，然后。嘿啊，我去个豆腐卡，我下摆安尼铺垫，做安尼做，安尼做啊，做水脱嘞。好，这个豆腐卡哈，安尼停的安尼做，好，重心都不需要，好太用力，好整个身体放松。好，也是做脚的太脚臂底部的，好肝经，也下来弯片。好，弯片，你要轻用哦，请一掌，你要的侧躺，好，然后慢慢趴下去，好，请一掌 V 大腿，哦，内侧，好，请呀 V 好，内侧从膝盖慢慢滚出去，好，请到大腿内侧的位置，哦，好酸。好，垂直它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肝经，
我们肝经运行的时间是大概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时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好好睡觉，你在做按摩肝经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点感觉哦，你会觉得阿是穴又出现了然后慢慢的一节一节。好，我们先找到它的位置。哇，非常放松，很好。哇，好，慢慢找一节一节来，找到它位置。好，大腿整个内收的肌肉群，很有感觉哦。等候哦。好，再慢慢一节一节的做。好，将我们的重量都交给内侧。好，每做的安尼，从外公安尼铺下来，从内侧往外推，然后再收回来，非常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肝经的动作。好，肝经做完之后呢，安雅德再来练一下我们的胆经，放在我们的骨头的位置下来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做胆经，一节一节。好，慢慢的往膝盖勾一下，你的2只手支撑着。胆经呢，通常是在晚上9点，按不头9点到按不头11点。你吃到有一些的感冒如果像最近天气如果多变化的话，你可以早一点睡，大概就是在晚上9点。好，你睡到隔天早上，你还可以感冒就好一班呢。好，然后如果呢，在做的我睡梦以前你再记得来发就等等，飞珍老师的胆经的动作跟刚刚肝经的动作，这样去按压，你就会吃到一夜好眠之后，天公一轰起来，感冒就好一半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身体这个身体有治愈的能力，就会按呢。好，一节一节做。好，如果你的重量你吃到你动痛最近都没有睡好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把你的脚支撑住，分担重量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还可以，就用几脚离开，非常好。好，放松。好，做得了。弯片。好，这个胆经一开始先从远端慢慢滚，好，顺等来，然后慢慢的，好，重量先从轻的，好，身体支撑住，然后慢慢的，可以的话再加上整个身体的重量。哇，好酸！好，找到酸的点，刻意一节一节去按压，非常好。然后哇，好酸哦！好，太酸太痛的话受不了，莫轻声的注意把它压下去。好，你可以分担一下重量，好，从来用脚跟用手。去承担它的分散它的力道，好，我冇听过看到，先生刚刚有看到5强呢，这个好要特别的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哦，运动的保健很重要，但是也不要运动伤害哦，好，慢慢一节一节的按压，好酸的地方，好，慢一点。好，慢慢的一节一节的，
大腿的外侧是我们的胆经，非常好哦。做得动好，我们知道量肌肉，好，还冇强用的话，好，你就要去觉察一下，说呢，黑马嘅动作也平常时，好，要用那片用卡多呢，好，所以，好，这些都是平常我们可以注意到的。好，然后做完之后，哇，舒服多了，哈，好，这个是人家的金朋友搞的，大腿外侧的叫做胆经，大腿内侧的叫做肝经的动作。好，做完之后我们就会比较舒服哦，哈，谢谢大家，人家的金朋友就搞得呀哦。